新春姑娘，我这是16七文明查某囝仔的28青春谜底正当时，亲像牡丹花香味，出嫁毋知等何时。想要来去因厝找伊，又惊人嫌疑。王先生明明互你地害死。别因做大国社，有钱娶某好名声。新春3月，死者是清流。就山落命济人行，孤单伫厝阮文兄。想要来去因厝找伊，又惊人知影。王先生，互你害了无细命。牡丹花当主王，好花开头当上香。蝴蝶也在特产好花丛，可惜予阮来无翁。父母毋知囝轻重，想要来去因厝找伊，又行了5工。王先生明明真害死人。